Hello，大家好啊！歡迎嚟到我 LK15的月亮頻道。喜歡我視頻嘅朋友，記得幫忙關注、訂閱我嘅頻道。今次嘅視頻係同大家分享貴州5天4夜團第5天。今日係貴州之旅嘅最後一天，我哋喺酒店享用完早餐後，乘坐旅遊巴踏上返程嘅路。由於車程較長，中途嚟到花安旅客中心青岩服務區，落車小息同埋補給。之後坐上旅遊巴，呢屬貴陽嘅花雞區，先前往貴陽市仲有嘅地標40分鐘咁左右啦，返到我哋嘅市區，到我哋嘅景點嗰度啊，景點。大家請睇，車窗嘅左邊係貴陽嘅母親河南明河，而右邊係甲秀樓。落車後，我哋跟着導遊沿着南明河長堤前往甲秀樓觀景。前邊就係甲秀樓啦。邊行邊打卡，留下美好嘅回憶。貴陽城南聖蹟牌坊位於景區入口，點明此地歷史文化價值。甲秀樓始立於南明河上，見證着貴陽400幾年嘅歷史，係貴陽嘅歷史地標與文化名片。景區始建於明萬曆年間，集浮玉橋、潭碧亭、甲秀樓本樓、翠微園等名稱古蹟建築群於一體。以水從碧玉環中出，人在青年泛旅行嘅雅致景色聞名。我哋散步觀景，感受呢座貴州人民之秀嘅風雅與靈氣，為旅程畫下咗一個優雅嘅句點。
我哋喺呢個景區兩旁走走觀景，打卡留影後，沿路折返。走出牌坊，喺景區附近行街買手信，為旅程增添一份舌尖上嘅回憶。之後坐上旅遊巴，前去食午餐。我哋嚟到蘭書鉗食會午膳，午膳後，我哋喺度食完午餐之後，就走返出嚟啦，上返車，去高鐵站，準備啟程回家啦。接下嚟，我哋將乘車前往貴陽北站。轉乘高鐵返回深圳北站。本次列車已開通廣鐵閱讀數字閱讀服務，您可通過掃描車廂內2維。5天嘅貴州之旅到此就圓滿結束啦。
多謝大家嘅關注。如果喜歡我嘅分享，別忘咗關注、訂閱我嘅頻道。你嘅按讚同轉發就係對我最大嘅支持。我哋下個旅程再見，拜拜。